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对7月26开始，公司台1台现场播送。我家己的一个方针就是讲，咱囡仔一定要实做。你敢若语言这个部分啊，包括讲你若无去面遐体会的话，你绝对学袂好。咱老师搁较安那好，你敢若留伫台湾去上日文，迄拢有限。咱有一个想法，咱是去面学习的，吼，咱亲身的体验，对咱去学习这个国家的文化，甚至这国家任何的代志啦，就是拢有帮助的。每礼拜一到拜四暗时9点至10点，公司台1台台湾新眼界准时开讲。这是公司第1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8公司第1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来看香港反送中运动，在7月21发生穿白衫的乌道拍民众的事件，所以香港的民众昨再度行上街头，发起光复元朗的游行。因为香港政府并无通过游行的申请，警方在昨下晡5点开始驱离民众，嘛发射催泪弹，甚至提棍仔攻击已经要准备离开的民众。在立案了，冲突继续扩大，警民冲突自6月延伸到地铁站内边。这场光复元朗的活动一直到27号11点半，示威者才慢慢散开。不过，规工的示威活动冲突无停。自下昼3点开始，上千名穿乌衫的民众占满香港元朗街头。虽然香港警方拍回7月27光复元朗的游行事故。不过，香港民众以各种的理由发动香港一日游为老毛病，小称元朗段车路的青山公路元朗段，全线拢互民众占掉的。香港警方出动至少3000名警力，伫咧各村界入口甲港铁站戒备。也河线穿乌衫的民众也表虎讲警方甲乌帮交结，抗议顶礼拜白衫人无差别攻击事件，要人聚集伫元朗警署的门口。警方下昼5点升夜红旗，叫民众停止攻击，并且行向元朗站，尾仔是夜乌旗发射催泪弹。So we've been here to give some protection to protect, or actually we are to oppose what happened last week. That's why we're here, and that's why we want to show, or we want to demonstrate what justice is in front of all, in front of Hong Kong people and all to the world. 民众甲顶部警察伫咧元朗龙岩路安龙路小队，警方几多遍射催泪弹喷或者喷雾赶人。元朗南边维护军有人聚集伫咧发声，甲路边的铁栏拢拆掉，还有人包围甲破坏警车。西边围外口也警民小队，警方也射海绵弹。暗时10点半，真侪民众伫咧元朗车站要坐车离开时阵，突然间受到10几名穿乌衫的警察提查口攻击。香港医管局统计有17人受伤，其中10个人断气，2个人伤势严重。为什么入去地铁站，警方无回应？港府发言人对元朗游行甲集会表示遗憾，谴责示威者破坏社会安宁、挑战法律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的民众伫这波的反送中运动，民众嘛伫街头以大纸写字来表达心声。一片一片的民主壁，有人叫做是将内容的内容墙哦，所传出讲受到破坏，甚至有支持甲反对的民众互相不满，冤家相拍。
伫咧新界港铁大埔车站人行道，所有饼拢互民众带着留言纸搭甲满满。入口的连同隧道4个字，抑阁看甲正清楚。2024年雨伞运动了，伫咧人行道天桥或者是路的边边，用便利搭表达心声，已经成做香港社会一种现象。这边的反送中运动，18个行政区也4月拢会当看到。I think these Lennon walls try to make a conversation in a much softer way with these people, perhaps more conservative. So I think, yes, I think this shows that the dissent have diffused across Hong Kong. 锁顶头写着“守护香港，香港加油”，或者是政府就是黑社会，咱唔是暴徒，是香港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各种的标语拢有。不过，伫咧11号暗，有2个分别穿着红衫甲白衫的查甫人，想要动手拆大埔人行道的拦龙墙，和现场的连锁档。一个穿白衫的查甫人竟然动手拍人。附近行经过民众是有人摕手机翕，也有人发声声援，2人才赶紧离开。伫冲突发生了，当地居民像这位19岁大埔兄，就自动自发地组成护卫队。24点钟固顿搬来守护这面壁，一個用塑膠膜架壁面包起來。其實呢埲牆啊，咁其實過一段時間應該都會俾人拆㗎啦。咁我哋都係盡力去守護呢一度啦。咁大家嘅意見，咁雖然呢埲牆可能真係會俾人拆啦，但係我哋嗰個想抗爭落去、想為自由去發聲嘅理念係唔會因此而被熄滅到咯。破壞攔龍牆或者是拆毀導演的暴力行為，大部分都發生喺咧透早。港警就不用正緊的方式要清除邊邊的紙條，因過正緊又閣予民眾大家滿滿。記者綜合報道。再來要來看今仔的報紙新聞，首先來看《中國時報》。台電拍算要伫後個月向經濟部提出定價調整方案，以國際燃料的計數來計算，會起5%到6%。明年的1月份，特別總統大選，經濟部目前應該是按算，暫時無要起。再來看內政部最新公布，今年第一季主體買賣移轉的厝，平均是22年的老厝，20年前平均是8年的厝，是差真濟。目前所有買賣厝中，20年以上的老厝是超過6成。再來看《聯合報》，雲門舞集將暗地台北國家兩廳院的藝文廣場演出創辦人林懷民的經典作品哦，這嘛是林懷民年底退休之前最後一屆公演。在結束的時陣，伊嘛到廣場來向觀眾會多謝。繼續來看總統出訪專機走私分的事件，將總統蔡英文第2遍親身來解說嘛道歉。總統府之前是以超尾2個字。即來解說哦，引起外界的質疑。蔡英文嘛講哦，這是尊重司法偵辦，伊會負起責任，嘛要求一定要辦到底。總統府昨嘛公布第2波的處罰名單。公安局走私分的風波進入第6天，下晡總統蔡英文擱再來說明，並且頭一擺對這案件係實例。那麼這個弊端的長期在這個政府的系統裡面沒有被找一些被發掘被改革那作為國家的領導人那我必須要表達一個歉意。記者會中除了係實例以外，擱再講查辦到底決心。而針對這個走私分事件，總統府以買超櫃來取代走私。交通部長林佳龍27號甲總統府的態度無同款，講這是走私的案件。按照我們法律來看，就是一個走私的案件那麼不管過去是基於什麼陋習那麼法律的規定是不允許的。我們用了超買這2個字來形容這一次的事件那主要的我們是為了要尊重我們司法單位的偵辦因為這個名詞的使用引發這個社會質疑政府有沒有徹底查辦的決心政府查辦到底的決心是不容被質疑的。為了降低風波，避免衝擊選情，總統府在國安局長、侍衛長請示了後，公布第2波定數名單。
包括前市委长中将张捷记一大个2小个，副市委长小将刘慧谦记一大个1小个，这7个人拢被记大个不定的处分。另外，华航顶次名单也在2日暗时公布加重处罚的名单，由头一波顶次名单就空品处副总加2位协理，总共记一大个4小个。交通部长林佳龙感觉不满，所以主席总统蔡英文出访专机任务，空品处副总区忠信降调总经理室高级专员。就资深副总罗雅美是降调为董事长室特助，林佳龙强调证据到倒位，顶事就到倒位。就外界关心华航董事长谢世谦是不是应该为这个事件落台，林佳龙讲，这阵证据也不足，会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全代会今仔会正式来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总统。韩国瑜昨嘛到台北来举办北漂返乡找人的活动哦，伊嘛再度批评总统蔡英文，伊认为讲找私婚的这案是外国找私，讲是桥尾实在是问题真大。高雄市长韩国瑜特别警告讲，新北三中埔举行北漂返乡征才活动，无着高雄囡仔回乡打拼。今日韩国瑜一直有动作，更加无被记者批评。今日高安交警官的找私婚案，因为总统蔡英文领导能力真正有问题。明明是贪污走私，要把它转化为超买，还要去搪塞，这都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蔡英文总统领导中华民国这3年多，除了人民过得非常辛苦，我觉得他的领导能力出了严重的问题。韩国瑜更表示，目睭看到的粉无可拍，目睭看袂到的才可拍，可能有空旁弊端。点名总统府秘书长幕僚拢无发觉，对有柜台名的副司发起联署要求选总统，韩国瑜颠倒认为，支持者的情报提前见效。参加国民党初选的候选人都有一群支持者，那有的时候支持者他的心、他的想法会继续投射，这个热情不退，那这都是非常正常的。韩国瑜就报参加活动前，也搁特别拜会前总统马英九，希望会当伫未来大选甲党内整合会当加斗相共，两个人也就正式交换意见。期待国民党团胜选，28号国民党全代会韩国瑜也将正式得到提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基丁嘛传出天9日，一位伫基丁观光市场的贩仔着病，也毋过伊感染的病毒毋是高雄自本流行的第4型的病毒，因为基丁的观光客是真侪，卫生局是认为恐惊是去互游客坏掉哦，已经要求观光市场配药歇困2日。卫生局人员连厝尾顶拢去喷药啊！然后游客出入的高雄基丁观光市场，其中一个贩仔26号互通报感染天9日，若是基丁的头一个，嘛是高雄头一个出现疫情的观光地区。观光市场虽休市喷药2天。这边是一个观光客比较多的地方，我们也不排除在国内是不是有其他的已经出现第2型流行的地区的民众到这边来进行旅游，然后。因为这边的病原密度相对的高，而传播出来的一个独立的个案。新病例是第2型病毒，不过高雄目前流行的是第4型病毒。卫生局研判是游客带来疫情，而且观光市场楼顶就是饭店，加在清查了后，饭店无摊皮网，暂时唔免管制营业。不过附近的住户和贩仔嘛惊疫情扩大，怕说它还有再新的病毒出来啊，再新有的病例出来。那也惊啊！旗津这个是算一个是观光地区呀，如果没有登革热的话，就它的观光人潮反而会比较增加。因为你也有登革热，人会惊啊。卫生局初步扩大采血，并无发现其他的病例。不过观光地区的防疫更加复杂，卫生局会继续注意疫情。这嘛是高雄第46个本土病例。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化妆品业者台具生机，生产的5种化妆品哦，亲像有掺石棉，和美国、加拿大要求爱回收。这几日协数阁抽验12种的产品哦，又阁发现有2种的产品嘛验出有致癌的石棉成分。台南这间化妆品业者台具生机股份有限公司7月初销售欧美的5款产品，才被验出致癌的石棉成分，和美国加拿大2国要求全面来收起来不用卖。这阵就阁标出，在台湾销售的2款化妆品，修容大师系列也含有致癌的石棉成分。用到滑石粉，所以其实它在开采的时候有可能会受到污染。
10月4日执行台南市卫生局进一步抽验大具生机12款产品，其中9件检验完毕，发现2件确实含有石棉，是由大具中国子公司福清嘉联化妆品有限公司所生产制造，107年输入台湾。初步调查大约有457件，即阵有60多件已经流入市面。10月4已经要求业者马上通知环媒通路，甲无合格产品马上全面来回收，2礼拜内完成这个回收的动作。他们的流向大致上都是在他们的官网，或是像是在那个观光工厂进行销售。售出的项目品项件数并不多，它是只有大概60几件。长久接触，它就会增加癌症的风险，包括肺部的间质细胞瘤，还有肺癌，然后也会增加一些肺部的慢性疾病。医师强调，石棉成分潜伏期长，虽然抹在面的比树立细胞影响较小，若是长期使用，致癌风险悬。有石棉成分，咱国化妆品要求是零检出，大具牵涉违反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会处2万块到500万块以下罚款。若是情节重大，并且会使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停业处分。而截至这阵为止，大具公司以外也未针对伫台湾贩卖化妆品含有石棉这件代志来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遗传癌是咱国人癌症死亡的第8名，人数有增加的趋势。去年都2200个人因为遗传癌死亡。医生提醒，遗传癌的初期无啥物症头，嘛请歹检查出来。也毋过若出现黄疸哦、腹肚痛、脚趾偏痛、体重向减轻真侪，就要特别注意到病院去检查。85岁前资深体育主播傅达林，因为得到腰鞘癌，身体一直受到拖磨。去年5月，伊选择在瑞士接受安乐死。医师讲，近年来得到腰鞘癌人数当年来上升，而且腰鞘位在腹肚后壁。要透过超音波检查发现这个病变真困难。初期因讲无什么症状，超过8成患者确临时往往已经是尾期。胰脏的解剖位置，它的周边呢就充满了淋巴、血管、神经，所以癌细胞呢特别从这些网络呢就散布出去。根据卫福部统计，去年107年腰鞘癌位居民众癌症死因第8位，有2292人因为腰鞘癌而死亡，比前一年增加210人。5年存活率无到1成，平均寿命3个月到6个月，是各种癌症内底上麻烦、存活率上低，所以讲伊佫被称作癌中之王。医师讲，腰鞘癌引起的腹肚痛、脚趾偏痛，甲胃肠道疾病真共款，民众较无这种感觉。一开始常常会以为是脊椎的疼痛，所以常常都跑去找骨科医师或者复健科医师。但是如果没有做进一步的检查，像电脑断层啦，或者抽血做肿瘤标志的测试，常常就会被当作是骨科的病人。医师提醒，腰鞘癌致病原因唔知影，不过食薰、糖尿病，也有50岁以上中老年人是高危险群。当身体出现黄疸、腹肚痛、脚趾偏痛，也是不明原因体重减轻时，建议到病院详细检查，才法度早期发现，避免病情恶化。记者综合报道。要来看台东县海端乡公园部落，从早起11点左右，有民众伫金蕉田内底发现一只还未断领的台湾小乌熊，通报林务局的人员，这只小乌熊哦，可能是甲妈妈去走线，现在是拍算要等1礼拜左右，若是妈妈佫无出现，再来考虑后一步。被救来小乌熊先放伫铁笼内底，看起来有点紧张不安。跑下来吧。早起11点外，农民伫金蕉田内底发现伊互2只乌狗包围，惊伊会互狗夹着伤，有时先甲伊绳抓起来。可能它在这里应该也是一直上下。我要追的时候，那个狗啊，一直包起来了，我就想办法给它保护它。金蕉园内底小可也看会到这只小乌熊被悬被鸡的脚链，不过可是无看到妈妈的踪影。伫部落面上甲伊抓起来了后，先放伫钓虾场的边仔，先甲饲水果。放学其实还蛮稳定的，只是说它一进笼子之后才会才比较躁动。这只小乌熊是伫台东县海端乡公园部落的金蕉园发现，林务局台东林管处长接报了后，也赶到现场，研判这只熊仔囝还未断领，计划先伫熊未出现的路用遥控铁笼的方式引蛇熊不出现，甲熊仔囝带转去。
要用一个大的一个遥控式的铁笼哦，要准备要用这种方式让小熊安置在里面。那如果熊妈妈靠近这个笼子，我们会适时的把小熊放出来哦，让这只小熊能够顺利的被妈妈带回家去。若是5天到7天了后，刑母依然无出现，会再考虑其他方案。不过，这款的说法也让部落民众烦恼。若是拄到生气抓狂的刑母，要安怎？晚上的话都不要出入，不要出来。这个是现在是我们先自保的部分。根据林务局专家研判，这个台湾小乌熊的年岁可能比进前放生的南安小乌熊年岁还佫较细。为安怎呢？家己走入去部落的田内，是唔知路找无路，也是刑母发生意外，东部单位也佫再来调查，甲深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嘉义布袋最近有一个新的3D 彩绘景点，真受到欢迎。创作者詹进成老师讲哦，伊头一本家家己雕塑的元素，和这个作品嘛变甲真无共款，做伙来看卖。3D 彩绘加上局部元素，和背面的作品伫透过二角光线反射之下，变得更加立体。创作者詹进成老师表示，一开始伫这个渔村公园创作了14包的作品。要么今麦经过3年的时间，也应该为公园带来无共元素的作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它是泥塑。那其实我们的画作3D 画作呢，它其实是在向下面争取空间。那我们现在又多了一道空间给它，就是在向上面争取那个立体元素。所以说它的空间，我们由相机里面看的那个空间的感的话，会更立体。嘉义县布袋好美丽的渔村公园，捌因为3D 彩绘成为知名景点，不过也随着新鲜感的消失，地区游客渐渐减少。詹进成老师再次重回好美丽，希望会当用突破过去全新的创作，为好美丽再度带动观光。第一次到这个好美丽来看这个3D 彩绘，我们都是半退休，跟一些好朋友都是一同来这边。如果在这边拍到，好像身临其境的样子。在新加坡有这种的都是要付费的，所以要来这里参观，免费体验这些3D art。詹进成老师表示，创作一挂年数的3D 彩绘，要等到阿摩头打了后，才开始塑形上色。用的时间是一般彩绘10倍，也因为创作者多元媒材创意，和布袋这个小渔村再度为游客创造印象深刻惊喜。记者综合报道。搁一新闻来看，加拿大卑诗省的菲沙河哦，是西岸三文鱼回流的主要通道。也毋过顶个月说风发现讲有大量的土石啊放弃，造成三文鱼无法度登去到出事的所在生卵。当地政府是打算讲要用直升机，甲三文鱼直接载到较安全的水头。大量的石头蹲伫遐，甚至形成一条5公尺长的瀑布。三文鱼若是要自家跳登去顶楼，是真困难。这是加拿大卑诗省境内上长的河流菲沙河，也是西岸三文鱼回游的主要通道。不过，顶个月忽然发现，这条返乡路已经被石头挡掉。So typically, if salmon have some room to kind of swim down, they can jump deeper. But if it's shallow, it really restricts their ability to do that, so they can't get the strength to jump over those rapids. 若是无法度顺利登去新卵的所在，以后三文鱼的数量会受到正大影响。所以，卑诗省当局发动抢救三文鱼作战计划，伫咧被塌掉的河道或另角的疏导池，等三文鱼受入去池内面，才该浮起来，放伫咧水箱。国用直升机将三文鱼送到顶楼的安全河道。This is the biggest project of this nature that we've worked on for sure. We hope to be rolling the rocks down at the river level to create the fish passageway. 除了加拿大西岸以外，全世界三文鱼洄游只敢若伫咧北欧的挪威加冰岛会当看到。三文鱼是毋是让顺利生卵，将会牵动到全世界海洋生态。加拿大政府希望赶伫咧高期中，三文鱼洄游旺季进前。建造适合因旱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传统艺术金曲奖入围的名单是婚姻最难的前婚姻国掌中剧团主演的李金玉。今仔下晡5点，公司的搬戏人生，由伊70多年来打拼的故事。剔死王盤，
沙场导航。真婚人歌掌中剧团伫1975年成立，创办人李英宝对阿兄李金秋学功夫，出世了后，家己组团，即马是由大汉后生李敬业来继承家业。即马我感觉伊的功夫就比我较好啊，伊就咧做吼，加咱大船8点21，我就想讲啊，这个囡仔成功啊。我开始接团了后，其实我咧做的戏就和传统的较无共。因为有足侪家己，阮爸爸拢他否定我的看法，但慢慢的他知道哦，原来其实我还是有在做一些事情啊，哦，有得到掌声，得到肯定，哦，他看大概是哦，啊，在阮囝是咧创啥物？这几年李敬业是愈做愈好，嘛得到真侪肯定。除了原本伫咧庙口有演出，真婚人歌嘛去到校园教课，互我做公演，期待会当将布袋戏艺术推广互更较侪观众。我去欧洲吼，去德国用 beautiful 来形容咱台湾的布袋戏，真的是咱在地人唔知，其实咱台湾的物件是真水，所以我希望重新找回这些观众，重新去甲爱看戏的人找出来，咱做戏做好看，互人会爱看。事实上，这马剧团的经营除了靠搬戏为布景，原来是主要的收入。专讲经营传统艺术产业真辛苦，但是李敬业却无想过要放弃。我不知道我能把敦宁阁背着走到哪里，其实我嘛唔知影啦。这阵就是年轻者，我们把握当下，我想要做的，做我想要做的，做我欢喜要做的。其实就是我做了欢喜，做了快乐，安尼都有够啊。台湾话在讲王爷饭会连人，李敬业用积极乐观的心情、创意的思考，以乡土的故事为根本，期待传统布袋戏会当继续伫舞台顶拍练到。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台湾各地跟马祖大部分拢是结婚好天的天气，下晡嘛会第渐转雨，嘛有会可能会落大雨。气温方面，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华北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看到全省敢若像咱汉阳集团，我哋足少人用这种现代艺术。伫江中东西，伫无顶走跳。大北港18条团鱼，一个手势，一句戏文。啊，讲有讲，啊，这咖喱鱼无论如何一来团了啦。一声歌调，一段青春。阮这代爱伫传统戏曲生活吼，开始讲真困难。戏出那人生，人生那戏出。公司第1台，第礼拜四暗时10点，请准时收看《欢喜人生》。来哟来哟，来看全世界上出名的台语电影《王国6个游台湾》哦！
内底矮仔仔行脚花，南北二路爬走。迄是1950年代警治、建筑、服装全联无共哦。7月28甲8月初4，王国6个游台湾，分做顶下2集播送。来看公司台语台就对啊啦！台语公话麦。翘课。